大乡亲啊，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伫个屏东有一间必威食品公司，涉嫌使用着工业用的双氧水来浸泡着猪仔大肠，引发着食安的危机。其中有7.3吨，互台北市一位中盘商陈先生买去，而且卖互宁夏夜市一间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头家来澄清，讲有问题猪仔大肠无互人客食，其他的嘛已经全部来封存。这批非法漂白猪仔大肠，除了伫个台北市之外，嘛有卖去屏东、高雄等等的县市。各地方的卫生局嘛动起来，甲有疑虑的产品落架处理掉。臭豆腐伫个店内底煮甲入味，边个有上在地的大肠面线。台北宁夏夜市美食一家踢倒鸡，如今所摊商讲，无说你去买到乌心猪肠啊，和附近的店家人客拢惊甲唔敢买。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因为我们就是冰箱都没有动，就是东西没有流入到客人的肚子里，就还 OK 这样。这间臭豆腐业者店内有70公斤的问题大肠，去封存，因都是甲附近市场的中盘商陈先生买的。伊并不是宁夏夜市内底的人，店家嘛讲是第一摆甲陈先生叫回，伊买1.3吨的美吉大肠，主要卖予这间臭豆腐摊，佮有少数的散客。这一边表示安尼疑虑，嘛爱追查到上源头的厂商百威食品。实际来到百威食品位于新北市板桥区的这间仓储，可以看到现场是铁门紧拉，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而先前在这边存放了940公斤的散装猪肠，目前也已经全数封存。那新北市仓库屏东百威食品公司，这批涉嫌用工业用的滚药水洗的猪肠啊，佮分别流向台北市、高雄和屏东，都惊本地商品四界团。各地卫生局嘛随派人去调查，因为它这个已经涉及为我们违反我们食安法的规定，所以卫生局已经命这个百威公司在屏东这个作业场所就是暂停作业对于他之前所销售的这些流向。就是要做下架回收。相关单位继续追踪猪肠的流向，卖予本地食品，叫消费者吃落包。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